好啦，跟住嚟到第二條片呢，就係講架中巴專門店版本嘅11米巴士嚟嘅，係啦，利蘭奧林比安 車編號係 LM4，係啦。咁我而家開箱俾大家睇下架模型車係點樣先啦，嚇。就係呢架啦，就係呢個咁嘅樣啦，藍色為主，係啦，中華巴士係啦，呢架23號嘅係啦，咁而家就已經影車頭，已經影咗車身先，係啦。OK， 咁就呢條片就嚟到呢度，嚟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